大家好，點解近年全球金融圈都熱烈討論香港發行穩定幣呢個新興數字資產點樣幫香港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仲可以吸引全球資本同 Web3 創新公司落戶？穩定幣又會帶嚟咩實際改變？對香港經濟、科技同未來發展有幾大影響？如果你都想知香港穩定幣背後嘅戰略部署、應用場景同市場前景，唔好錯過以下詳盡分析。香港推動穩定幣發展，背後有一套完整而前瞻嘅戰略規劃。2025年5月，立法會通過穩定幣條例草案，令香港成為亞洲首個針對法幣穩定幣立法嘅普通法地區。呢項法案由金管局主導，要求所有發行港元穩定幣嘅機構必須取得牌照，並嚴格遵守儲備管理、風險控制同反洗錢規範。呢一制度創新標誌住香港從傳統國際金融中心積極邁向數字金融樞紐，並回應全球資產代幣化、Web3 技術革命及中美金融競爭格局等新挑戰。2022年 Terra USD 事件揭示咗穩定幣潛在嘅系統性風險。香港因應國際經驗，設計出分層儲備與穿透式監管嘅框架。儲備資產分為3層，一半為港元流動資產，如外匯基金票據；3成為美元國債等外幣高流動性資產，餘下2成投放於本地科技債券，支持本地數字金融基建。呢一種結構令香港喺全球穩定幣安全指數評分中領先，成為國際機構投資者首選。渣打銀行、Animoca Brands 同香港電訊嘅聯盟，充分體現香港監管沙盒嘅協同創新優勢。渣打銀行憑藉其國際網絡，將港元穩定幣接入 Swift GPI 等全球支付系統。Animoca Brands 則將穩定幣應用於其投資嘅 Web3 項目同元宇宙平台，推動 NFT 交易同數字資產流通。香港電訊嘅拍住賞電子錢包用戶超過300萬，結合 5G 網絡，令穩定幣落地零售支付場景。2024年測試數據顯示，使用穩定幣進行小額跨境匯款，手續費僅為 0.3%， 大幅低於傳統銀行。港元穩定幣嘅出現，為本地 Web3 生態同數字經濟帶嚟強大推動力。本地用戶同項目可以直接用港元參與數字資產買賣，減少匯率風險同兌換成本，提升用戶體驗。京東幣鏈科技喺監管沙盒當中，利用港元穩定幣進行 NFT 同房地產代幣化結算，令供應鏈金融流程由14日縮短到2個鐘。Matrix Stock 平台則用穩定幣推動黃金同房產代幣化，單筆交易規模達到500萬美元，流動性顯著提升。跨境支付方面，穩定幣大幅降低成本同提升效率。傳統 Swift 系統手續費介乎 1.2% 至 3.5%， 穩定幣只係需要 0.05% 至 0.15%， 而且資金即時到帳。以香港同東盟每年42,000億港元貿易額計算，若果有2成用穩定幣結算，每年可以節省38億港元。中小企利用拍住賞1穩定幣方案，跨境融資審批時間由14日縮短到2個鐘，利率由年化8厘降到4厘半。零售層面，街市檔販使用穩定幣錢包之後，日均交易筆數上升3成半，現金管理成本下降6成。香港嘅監管框架極為嚴謹，金管局要求發行人每日進行流動性壓力測試，模擬3成用戶同時贖回嘅情景，並規定儲備資產中短期國債比例不得低於7成，流動性覆蓋率須達 250%。反洗錢措施亦都十分嚴格。大額交易超過8000港元，需要加強監控，所有交易記錄直連金管局系統。呢啲機制令香港穩定幣嘅合規成本比新加坡低4成，但安全評分更高，有效防範系統性風險。港元穩定幣同時配合全球資產代幣化 RWA 嘅大趨勢，成為區內美元、人民幣資產嘅橋樑。內地企業可透過香港發行人民幣穩定幣，應用於跨境供應鏈金融同投資，減低匯率波動風險，並且利用聯匯制度嘅穩定性。Ant Digital 同深圳龍盛科技合作，利用港元穩定幣結算電動車充電樁代幣化項目，正係呢方面嘅實例。
監管沙盒中嘅企業如京東幣鏈科技，亦積極推動實物資產數字化，吸引國際機構投資者參與。預計未來3年 RWA 代幣化規模可達數千億美元。喺全球金融話語權競爭中，香港積極搶佔先機。美國 Genius 法案仍然喺度修訂階段，香港已經完成立法並啟動監管沙盒，吸引渣打、三井物產等國際機構進駐。港元穩定幣利用聯匯制度，一方面對沖美元波動，另一方面服務人民幣資產需求。內地企業透過香港子公司取得 VAS 牌照，發行人民幣穩定幣，直接投資港股，避免多重貨幣兌換同匯率損失。香港穩定幣法案嘅執行速度同嚴格監管，已經令其成為亞太區合規穩定幣嘅首選。預計3年內可以帶嚟超過150億港元新增資金。未來金管局計劃推動數字港元同穩定幣互通，建立雙層體系，進一步提升跨境支付效率，推動香港成為全球數字資產定價中心。隨住一帶一路國家同大灣區企業廣泛應用穩定幣，香港將會喺國際金融秩序中發揮更大影響力。IMF 分析認為，合規穩定幣可令金融中心 GDP 年增長0.5至到0.8個百分點。香港正係將制度優勢轉化為實質經濟增長動力。總結而言，香港透過嚴格監管與創新應用，將穩定幣轉化為數字金融基建嘅核心，唔單止回應全球趨勢，更加喺中美金融競爭中搶佔有利位置，為未來數字經濟發展奠定堅實基礎。本文內容由人工智能模型基於公開資料生成，僅供資訊參考之用。生成內容可能包含不準確、不完整或過時資訊，讀者應該自行核實關鍵事實並諮詢專業意見。